做大人太累的时候，就看看这幅画吧：阳光、大树、红色的跑道。耶稣没有高高坐在宝座上，而是盘着腿，和孩子们挤在草地上。你看他望着小女孩的眼神，多专注啊！他可能只是在告状：今天谁抢了我的玩具，或者膝盖磕破了。但在他眼里，你受的委屈从来都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们连祷告都变得小心翼翼，总以为要用最完美的词藻。其实，主不需要你懂事，他最想听的是你卸下防备后的碎碎念。今天别再假装情绪稳定了，回到他身边，做回那个会哭会撒娇的孩子吧。闭上眼，你想对他说什么？慢慢说，他一直都在听。